我點樣成為玩具設計師？小學嘅時候咧，好流行一套動畫叫做《四驅兄弟》。嗰時咧，仲有一種周邊遊戲，就係用彈射器咧，將擦紙膠嘅四驅車彈出去鬥遠嘅。冇錢買嘅我咧，就唯有執啲垃圾發泡膠翻嚟自己整啦。咁因為車身夠輕咧，就彈得好遠啦。個個同學咧都走嚟咧話同我買，啲單多到咧仲要收訂預購添啊！結果我由一個冇錢嘅小朋友瞬間變成一個可以請人食薯片嘅大佬啊！但係咧，我都仲記得第一次賺到5蚊嘅時候咧，我就好開心咁同阿媽講啦，同每個都發夢覺得自己個仔係天才嘅阿媽一樣咧，佢都好開心。阿媽就話咧，以後我每賺1蚊咧，佢都會資助我1蚊嘅。就喺呢種鼓勵咧，後來咧我都做咗手板造型師，直到今時今日我都仲係賣緊自己做嘅玩具嘅。雖然好可惜啦，媽咪咧就走得比較早，令我早排嘅工作狀態咧都唔係太好啊，但係我都好感激佢。從來都冇阻止過我走呢一條比較崎嶇嘅路，所以喺母親節嘅時候，我想再做一次呢個人生第一次賣出嘅玩具，提醒自己做玩具嘅初心，同埋紀念我偉大嘅母親大人。唔知大家嘅屋企人係咪一樣都咁支持你嘅選擇呢？歡迎留言同我分享。